单，驸马会新兵公主，国内真是怪命。Hello，我们线上的观众朋友哦，我们在稍等我们的朋友进来的过程当中，我们先聆听一下一诺打金枝的 CD 专辑的内容。线上朋友呢，也欢迎你哦，跟我打声招呼。那还没帮我订阅关注的朋友，记得帮我订阅关注按赞起来。我们稍等一下朋友进来的时间咯。闹军队前将头家，快爱呀，快爱！唔通严家想要探红杯。太祖今日要领红兵，贵府提军王受礼听，唯独公主不尊行，驸马怒火满心兴。一闹成兵，要万幸。尊心加倍，不将礼敬，命所照我，乐君知音，为我做义论分明。小小红灯。Hello， 欢迎我们线上朋友进来雨涵的广播电台。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都会先唱一首歌仔戏的曲调，叫做《都马调》，让我们一起来聆听看看《都马调》。欢迎收听我含的电台，准时8点，予你来笑嗨嗨，阮的节目会精彩。内容知识长时行。成在才袂心惊吓，片段歌涵广播互恁听，祝恁收听歌涵电台的观众朋友，金财宝满大厅，文化推动的电台，平安顺心吉祥感恩，欢迎您收听雨涵的广播电台。今天呢，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收听雨涵的广播电台。每周一到每周五晚间8点钟都有雨涵广播电台的直播节目，可以线上跟我聊聊天，可以听取呢戏曲的文化知识，以及呢我们生活小知识、书籍小知识，甚至呢一些新闻的内容哦。还没帮我订阅关注按赞的朋友呢，别忘记哦，帮我订阅关注按赞起来，帮我分享出去，分享给你身边的好朋友哦，让更多人知道文化戏曲这方面。欢迎各位朋友上来哦。明天的天气呢，不管在我们台北、台中、台南到台东哦，天气呢都比较平稳一点点，都大概在这个20%啦，10%左右而已。但是哦，
如果你有住在这个花莲的朋友，以及呢这阵子当然有很多的好友去到这个花莲去救灾。那花莲明天的天气呢，这个降雨的几率有高达到70%哦。所以说呢，如果有去花莲的朋友，甚至住在花莲的朋友呢，要注意这样子的安全。当然他们这个救灾的过程呢，当然要很漫长啦，包含这个房屋要建设然后等等之类的要恢复，都是一个有点小困难的状况哦。当然，线上朋友呢，我们今天的主题叫做不断浮现选择题。你的人生呢，或者是你在生活上跟同事相处，跟朋友相处，甚至在选择一件事情，是不是有很多样化的选择题呢？就像我最近想要去买这个黄连的这个药丸下去食用，我也会比较这一家比较便宜，那一家比较好，等等之类的，我们当然都会有这样的选择题。当然如果线上朋友呢，不管是有什么样音质上，或者是呢影像上、网络上的问题，都要记得跟我做反应哦。欢迎各位朋友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感恩你们的收听。我最辣辣的爱你，我爱你胜过喜欢我自己。也别忘记进来的朋友呢，先跟我打声招呼让我知道各位朋友进来了。我们有不管是新加坡的朋友、马来西亚的朋友，甚至呢福建的朋友，像呢前几天我的厦门朋友也在告诉我说呢，我们这个从从容容，这个游刃有余红到他们那边去了。他说呢，你怎么有办法直播的时候这样子感觉这样从从容容的，也不紧张的感觉这样子我说呢，面对镜头上，我们相较之下很像平常上呢，我跟你一样在对谈这样子，我只需要看到大家的留言，看到大家的字幕。我不需要担心说呢，跟来宾的对话呀，还是说呢，上舞台的紧张感，感觉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呢，我当然也有朋友他也有想要做这个自媒体这一块，也鼓励他们一起来做这一块，不管是推广戏曲文化，甚至呢来做个吃播，来做个聊天的内容，都非常的欢迎大家。你只要有声卡，也就是我们的控盘，你只要有电脑可以播放音乐，你只要有个手机可以直播，甚至你不想要这么专业，你只需要一台手机可以直播，插着你的连着你的蓝牙耳机，也都很方便哦。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都会先唱个歌曲啦。刚刚呢已经唱过我们歌仔戏的都马调。再来呢，我们来聆听一下歌仔戏的七字调，用新卡北北造三关，给大家呢比较熟悉的感觉。我们一起来聆听这首七字调。新卡北北呀，造三关。该我所以护卫中原，放下世人是无人管，一心只想保全。四盆无担百事为无
摇啊，好的袂开。等待三家啊来当落水，当落花心啊，当落花心啊，好的笑开。哇，感恩我们的 S 大大，也欢迎你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不论呢你要怎么批评哦都没有关系，如果你要继续批评也没有关系哦，让大家看看你的笑话咯。欢迎各位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刚刚所唱的呢是我们歌仔戏的七字调，是我们的传统曲调，也可以说歌仔戏的国歌。那由这个新卡北北赵三关来做开场。那这个戏盆波丹白戏位呢，是我们的小旦呢所应该要背的这样子的曲调，也唱给大家听。相对的呢，我在这个每周四的这个日照中心的服务哦，不论呢是推广给这个身障的小朋友以及长辈族群呢，他们也都会唱这个都马调以及呢这个七字调咯。所以说呢，我们大家哦一起来学习。哇，欢迎我们的美琴姐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给你一个掌声鼓励鼓励。所以哦，我们这个长辈族群以及身障族群哦，都会唱这样子的曲调了。那我们呢就好好的一起来做学习哦。不要理他，没错，他可以选择不要听啊，怎么能批评呢？没错，所以说呢，我们就不要理他，心平气和也继续来做直播。感恩我们的淑芬姐也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哇，看到我们的不管旧朋友上来哦，甚至新朋友上来呢，都抱持这样子感恩的心，也感恩大家帮我订阅关注，帮我按赞起来哦，感恩。不用理他没关系我的频道也是这样子，我就是呢你要批评也可以，你要呢收看也可以，你要赞美也可以，但呢我不会去封锁任何的黑名单，就是呢你爱看就让你继续观看，那你要批评呢就让你继续批评，因为呢业障是自己的。所以说呢，大家可以放心，因为我后面有点这个祈福灯所以不用担心这些事情。心理强大的人无需理会他人的言语，加油！哇，欢迎我们的 EFG 大大，感恩你的支持，掌声鼓励。真的酸民酸民越多越好哦，代表说其实这一台呢也有被观看到。就像我们淑芬姐也会去看这样子师父的直播，对不对？其实你说师父的直播，他一定就会有大家都非常的支持他吗？也有人挑菜的人才是买菜的人，对不对？没错，闲货的人才是是货的人。所以说呢，我们都不加以，因为他人的评论呢，我们就不加以再去说评论他人。为什么？就像我今天的主题一样，刚好用这个大大来做一个今天的主题，做的刚刚好很感恩这个大大做的刚刚好。师父也是有酸民，没错所以说就像呢我曾经去听到一个这个 Podcast 频道，他在说呢他访问这个撒旦的教徒。你们一般来讲听到撒旦这两个字会觉得说
这个人可能是反派角色啊，等等之类的，对不对？我们就是师兄说的是，这样表示有人关注，真的哇！感恩我们的 EF 大大，感恩大家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也别忘记帮我订阅、关注、按赞起来，帮我分享出去，这是最重点要让更多人知道这个频道。我们一般来讲听到这个撒旦这两个字，会觉得他是一个反派角色啊。但是这个人呢，就是他被访问这个 Podcast 频道，他被访问的时候呢，他就有说啊，如果呢没有撒旦这个族群的话呢，这个耶稣要怎么起得来？我们来想想这个问题他说呢，耶稣他在这个圣经里面所说，这个撒旦教就是一个不好一个背叛的象征。但是呢，当然在那个时期呢，没有我们现在所称的这个叫做背叛这个两个字。也就是说，我们那个时候你说能画出一张图，能用文字写出来吗？没办法。所以说呢，他用这个撒旦这两个字呢，来称为背叛者。他说呢，如果没有这样子的背叛者呢，你要怎么有这个宗教的兴起所以呢，真的是像我们淑芬姐所说的，这个闲货才是是货人，以及我们的美清姐的这个平常心不用在意，还有我们的这个 EF 大大所说的这个真的是表示有人关注。等一下 EF 大大说呢，师兄说的是也感恩我们的 EF 大大的支持。也不是师兄啦，我只是雨涵电台的主持人我叫钱蛋雨涵，我本姓郑，叫做郑雨涵。那为什么叫做钱蛋雨涵呢？钱蛋呢，就是在舞台上呢，由男生去扮演女生角色，这个叫做钱蛋，这样子你还以为呢糖宝宝在演讲没问题的。糖宝宝，糖宝宝也很厉害糖宝宝呢，也是会做，比如说像这个蛋卷等等之类的。所以说呢，我们像是我记得这个伊甸基金会，他们有在做一些，不管是这样子的蛋卷的，还是呢这一些蛋糕类型柠檬蛋糕的，这些唐氏症的小朋友。以及我们所要关注的这样子的弱势族群、身心障碍的小朋友，也是非常的强大的既然呢讲到这样子闲货才是这样子是货的人我们再来唱个歌曲，大家说好吗？这样一直唱再来唱个歌曲，这个叫做七字连、七字摇板。跟我们的带七字一，让我们一起来聆听这个歌仔戏曲调。等一下呢，来跟大家来做解释公主做事理不明，颜色予人心头痒。动手假死伊生病，大好恁去心不惊。驸马晓心无情义，因为爹娘忘妻离，风风边出了天。阮泪去灵来才可以，大水风管难消去，听歹八宝金相依，驸
嘛无够多情意，并个黄连听伊。这个七字联、七字摇板，再到这样子的带七字一呢，它是什么样的象征呢？这个七字联的时候呢，是这个驸马哦，用这个藤条呢去怒打金枝丸之后呢，赶快哦要来绕跑了，赶快下台了。所以说呢，这个金枝当然就生气啦。我当然一定要去跟我的父皇哦，我这个皇上爸爸说啊，为什么呢？这个驸马打我啊，他居然没有事情这样子哦。所以呢，就唱了这样子的七字摇板跟带七字一哦。那呢，在我们这个一怒打金枝的 CD 专辑里面呢，都有收录这些歌曲，不管是我们的七字调、多马调、七字摇板、七字连空奏，以及呢，还有很多很多样化的歌仔戏曲调。这当然是我今年的第一张，也是我人生的第一张专辑。那呢，再来呢，明年度呢，后年度我当然会挑战越来越多张了。当然，就像我们所说的这个中国文化所说的逢九必凶。今天呢是到我们的第49集，所以呢酸民比较多一点点哦。蛮厉害的，大家呢可能会觉得说这个直播主呢开龙来肖像哦，就算遇上这些酸民等等之类的，还是努力的在直播哦。因为呢我们做这个直播电台的用意呢，是推广这样子的戏曲文化以及生活小知识。所以呢，我们不需要理会这样的酸民，而且呢，我也非常感恩呢这一些朋友上来的支持哦。不管是我们 SH 大大，我们的美琴姐，我们的淑芬姐，我们的 EF 大大，还有我们的 AKA 大大，各式各样的人，仅有密起霸有郎。所以说呢，都感恩大家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今天呢，所要跟大家讲一个主题哦，大家呢出门在外哦，要注意这样子财务的安全。虽然我们说呢，钱乃这个身外之物，对不对？但是这个昨天这个台南的这个银楼哦，有被抢当然这个嫌犯已经抓到了，这个嫌犯呢也利用这样子的辣椒水哦，来袭击老板，然后呢抢了这个银楼。所以说呢大家要注意哦。如果说呢你自己的财务安全，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虽然钱乃身外之物，但是呢你辛苦所赚的钱如果被抢了，甚至呢也不要说什么钱没了，钱会自己来等等之类的福气呢是我们自己所累积而成的哦。哇，感恩我们的 EF 大大，他说呢这样子很棒，这个传统文化不失传，真的传统文化爱恁的支持不管是我们的京剧，不管是我们的歌仔戏以及客家戏哦，都要我们的传承不管呢做的好不好，以及呢做的说就像我自己的唱念没有说很好，但是呢我愿意出来做这件事情呢就是一个精神上的支持这样子。然后欢迎我们的韵柔，哇，掌声鼓励一下，欢迎我们的韵柔。之前呢也有唱过这样子的客家的平板调，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那呢晚一点再唱这样子的平板调给大家听听。不论是我们的歌仔戏曲调，我们的京剧曲调，这样子的客家戏曲调呢，都需要大家的传承。哇，感恩我们的韵柔说呢，谢谢，也感恩你上来哟。另外一点呢，也是一个抢案哦，
也就是说呢，这个有男子在这个车内呢，想说小睡一会，然后呢，他的就呼呼大睡了，他就真的睡着了。这个嫌犯呢，他上他的车子也才抢了3分钟，把他的钱包啊等等抢走了，3分钟而已。而且这个是一个惯犯的概念，他也知道呢，下车的时候要用衣服把这个指纹给擦掉。所以说呢，大家不管是开车出门呐、骑车出门呐、甚至你只是走路出门，都要记得呢自己的财务的安全，以及呢行车安全哦。我们也有宜兰呢，也有这个雨天的打滑，所以呢也要注意哦。哇，那个淑芬姐说呢，有事外出，今天先下线了。感恩我们的淑芬姐，感恩你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啊，感恩你的一直以来的支持，我们明天再见哦，淑芬姐。也欢迎我们的淑英，我们马来西亚的淑英，对不对？感恩我们的淑英哦，昨天淑英有上来，先跟你说声抱歉。昨天我有看你上线啊，但是因为昨天的网络有点问题，所以我们昨天呢有先关掉，再重开一次。那呢感恩我们的淑英，淑英有上来哦，感恩你，也给你一个掌声鼓励。那呢这几天呢让我测试一下网络昨天呢很抱歉让大家呢中断了，所以呢我们有重新再开播一次，然后我有把第2段的开播影片呢把它留在线上给大家做回听。所以说呢感恩大家昨天的不离不弃啦抱歉。昨天呢，刚好讲到呢这个声带长茧三访我的身体了。那呢，今天也刚好有酸民上来，也让你们听听呢就算声带长茧呢，也可以唱成这样子这么好听。那呢，如果欢迎酸民呢跟我认识，然后呢，也欢迎你上电台来上雨涵的广播电台。这就是人生的选择啦哈，你可以选择正面的呢去过每一天，也可以选择呢我们负向的去过每一天。刚刚呢有讲到我在选择呢想要吃这个我们的这个撤折，这个是字念撤对不对？是不是？欢迎你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雨涵的广播电台呢，每周1到每周5的晚间8点钟都有在做直播，推广我们的戏曲文化、生活小知识，以及新闻小知识，还有书籍小知识哦。刚刚有跟大家聊到这个黄连粉我去买的时候呢，他说这个黄连粉呢非常的苦。所以呢，建议你买这个黄连的这个药丸，这个胶囊丸下去吃。我一开始呢，只是想要去尝试这个黄连粉，它大家都说它会解毒，对不对？那呢，我想要去尝试呢它的苦劲，这个苦味是什么？所以呢，我就买了这个黄连的胶囊回来。但是呢，我很特别的是呢，我先把它拆开呢，先干吃这个粉试试看了，我发现说呢，其实这个黄连粉跟苦茶来比呢，前面的这个味道没有这么样的苦，它是这个后劲这个粉粉的苦味是在这个舌头上慢慢传达进来的那种感觉，那个苦跟苦茶的苦是不一样的。我就研究了一下，我想说这个黄连粉是什么样的感觉哇，感谢我们的 EFG 大大感恩你的加油，你也有事情没问题如果也欢迎的话呢，也欢迎加我的脸书，叫做郑雨涵，叫做郑雨涵，不是叫做雨涵电台我的脸书叫做郑雨涵，也欢迎大家一起来加。
哦，对对对，黄连的苦哦，真的是有点苦啦。跟苦茶来比的话，因为苦茶哦是我们可能会喝一杯，那黄连粉呢，我们可能吃一个1匙或吃个这个2颗的胶囊，对不对？然后呢，这个黄连哦，它本性呢比较寒，它本性寒，所以说呢，大家如果有在吃这样的黄连来保养身体的话呢，也记得哦，先问说呢，一次呢只能吃几颗，比如说可能吃个2颗，吃个1颗几颗呢才不会伤到自己的身体哦，大家要注意这件事情。不知道呢，大家对这个雨涵广播电台呢，从第1集哦听到现在已经第49集了，真的很不容易。你们听起来的感受是如何呢？就像这个厦门的粉丝朋友他所说哦，这个看起来呢，我这样子游刃有余哦，这个从从容容这样子，我们连这样子的这个剪接的这个音乐这样的影片哦，都已经传到这个大陆去了。你看这样子的影片是多红的哦。那呢，刚刚呢有跟大家讲到呢，不管是这样子我们的聊天性的直播，以及呢，你们听的是否舒适？不论是这样子的声音，还是这样的影像，这样的形态，以及呢这样子的模式呢？就像呢，我听了一个也是 Podcast 节目，他所说，他说呢，具备一个保险业务员哦。他不只呢要是专业，他也要呢有够热忱的服务性质哦。你在选这样子的保险业务员，甚至呢你在选这样的房仲，甚至呢你在选服务人员的时候呢，你会选择他是什么样的形态呢？他是专业多过于服务，还是服务多过于专业呢？就如同呢，昨天我们书籍所说的内容，公司在选员工呢，他一定是选这样子，产值呢可以大过于呢这些热情啊、热忱啊，然后他的乐观啊、乐于工作啊等等之类的。那你自己在选择这些不论是工作事情上，你会选择是怎样的方面呢？你会选择说呢？比如说服务大于热忱服务大于这样的专业，还是专业大过于服务呢？你会选择什么样的形态呢？等一下呢，继续跟大家聊一下书籍的小知识哦。哇，我们这个陈澈哲他所说呢，说话呢只是让每个人应用听话，然后呢只是呢一个过度交流的应用。这个定义也不错哦。就像呢书籍里面也有说到哦，他说呢如果是一个很好的对话性质呢，不是一个人呢他一直去演说，一个人一直在做演讲，就像我们这样的直播频道，有你们跟我对话，虽然你们是打字，那呢我用这样子的声音来做回馈，这样子也是不错的回馈性质。跟我们 YouTube 频道上面呢，我一样有上线我们的 Podcast 的内容。Podcast 内容呢，主要呢在听我自己说讲故事、讲内容。那直播频道呢，比较类似像是跟我对话，跟我做互动。那我也理解你们，你们也理解我哦。先欢迎我们今天所上来的，不管是书音、我们的澈哲、我们的EF 大大、我们的韵柔，然后呢，我们的淑芬姐、我们的 AKA 大大，还有我们的美琴姐，还有我们的 SHEN 大大。都欢迎大家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我爱你的歌哦，哇！感恩我们的 UAN 大大给你掌声鼓励鼓励哦。
那呢，我们再来唱首歌曲回馈给大家啊。再来呢，唱个也是我们的都马调，但是呢，这段都马调呢是这个驸马以及公主呢，驸马都已经下跪行这个君臣之礼了，那呢，这个公主还是呢不原谅他，他决定呢不原谅他了。那这个驸马就会说：“我都已经照着做了，你为什么还不原谅我呢？”我们来听听这首都马调。忠情必我，将军身体来拜，我并开条工，将伊塞，学识失手，是我不教伊照做将兵，夫妻才能在和谐。公主啊，今日成人，这是你的错，本宫有冤要告状。有灵来我好，照片照片啊，我拢有照做，让你过爱，免来啰嗦，带你去领啊做行，抓捕啊对你啊，对你。来量情，我不量情。这首呢是我们的歌仔戏调的都马调，跟都马尾哦，就是都马调的收尾叫做都马尾，是我们抄自于这个都马班的歌曲哦。哇！感恩我们的 UAN 大大说太好听了，以及我们的淑英姐，感恩我们马来西亚的朋友，感恩淑英，掌声鼓励哦！太感恩你们的收听了，再给你们多一个欢呼声哦！也感恩我们的淑英姐不离不弃哦昨天抱歉了昨天没有让你听到雨涵的广播电台淑英姐不知道呢我们这样子的改变这样子的形式哦这样子的直播的平台是否这样子的视角好看吗？因为把原本的桌子收起来，我的房间有一个大改造哦。而且呢，我要起立一下，给大家看一下这样的背景哦。这个背景呢也非常的漂亮，后面呢放着呢，我爸爸妈妈呢去看我演出的照片，以及呢我的虎爷。然后呢，我在直播前也会给他们做个供灯哦。这样子起来呢，是否觉得好看许多呢？当然哦，我自己人坐在这里就把它挡住了。我也呢在尝试用不一样的视角呢来做一个直播的方式哦。哇，我们的淑英姐说呢可以，感恩哦，感恩我们的淑英姐。然后我们的这个UAN 大大说呢还可以再唱哦。哇，真的是太棒了！我们的这个UAN 大大非常的支持哦。UAN 大大是哪里的朋友？是我们台南、台中还是北部还是说外县市其他国家的朋友，也都可以呢帮我加我的脸书好友，叫做郑雨涵等一下再跟大家分享呢。淑英姐昨天没有听到这个我养这个洋葱的故事，对不对？等一下跟你们继续分享一下哦。来，再唱一首歌曲，还有我们的策哲呢，也说呢非常好，非常棒哦。什么样的方式都好。哇，我们的策哲哦，真的是非常的支持啦，给你一个掌声鼓励。也感恩大家的聆听。
为什么呢？我很喜欢用这样的音效说我爱你胜过我自己呢？当然了，我们爱别人以前呢，我们要先爱自己。但呢，爱自己之后呢，要自利利他，就是呢，我们要互相的回馈。不论你是什么样的宗教，不论你是佛教啦、道教啦、基督教、天主教啦，甚至很多很多各式各样的宗教，其实呢，都是教你要怎么行善，对不对？教你要怎么正念的思考。所以说呢，这样子我们这些朋友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支持。我们的 UN 大大说呢，台湾哦，哇，你在台湾的哪个县市直播主我呢，在这个台南。那呢，如果你有在其他县市的朋友，也都欢迎。如果你有到台南玩的话呢，欢迎来找我哦，我们一起出去玩一下。以及呢，当然我有白天的工作，我呢白天在做超市业，那呢晚上每周一到每周五的晚上在做这个广播电台。那呢每周四呢，我固定有排假去这个日照中心做活动，所以说呢有点忙碌。但是呢，我们一路打金枝的 CD 专辑，不管在我们新北的乌来老街这个海角8号咖啡厅可以购买到，以及在我们台南地区，我们的很多的寄售点，包含我们台南西市场的这个卡雅手作永生花，也都可以购买我们一路打金枝的 CD 专辑哦。还有我们线上也可以做购买哦，等一下再来唱歌继续给大家听。还有我们的冠宇也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还有我们的牛奶先生都给大家一个掌声鼓励鼓励。别忘记哦，帮我分享关注，帮我订阅起来。再来，可是哦，我不找你没问题，来台南玩呢，不一定要找这个有趣哦，没关系，你来玩不用找我，没问题。来玩呢，也欢迎到呢，如果你有到台南玩的话，也都可以到这个台南的正大书城去逛逛，底下呢也都可以看到这个这张海报，我自己的海报，然后呢到台南西市场附近也有我的海报。然后呢，到一些面摊也有可能会遇到我的海报哦。宗教只是一个机构，学校道，然后呢，这个教天主教各党派财团教道是名字，自己要努力，他只是呢，等我一下哈，我要转换一下方向，我才看得到全部哦。等我一下哦。他只是呢，他只是看不到那一段呢。等一下哈，我打个字，让我看到那一段哦。拍谁哈，各位观众朋友，因为我看不到那一段，拍谁，欢迎大家。我打个字，然后呢，我稍微看一下他那一段是在写什么哦。他说呢，他只是一个机构而已，老师教导我们也只是一个方式，我们的努力只是在社会应用。哇，这个陈澈哲，欢迎你！真的，这个我们线上朋友哦，所以你说真的哦，在这个民间的朋友有很多呢，是这个才艺呀，然后我们的知识啊。我们的心灵呢，真的学习很多的朋友，也给你一个掌声鼓励一下哦。所以我才说呢，这样子一个广播电台哦，我不论呢我自己是多专业，我有新成立这样的一个广播电台，至少呢也做到了第49集哦。那呢，这就是一个心愿呐。成立这个广播电台，也就是推广戏曲文化。我每天都会拍影片吗？不会。但是呢，每周一到每周五的晚间8点钟，都会在这个电台呢，这个线上来做直播。为什么叫做雨涵电台哦？一开始呢是要让大家呢聆听声音所做的电台，
所以说呢，就是你在做家事，你在跟朋友聊天，跟朋友聚会，甚至呢你在陪伴家人，都可以来聆听这个电台。那呢，这是原用意。那呢，有这样的影像跟观众朋友做互动，这也是另外一种形式，这也是另外一种的作风。所以说呢，才会问大家说呢，是不是把以前的作风改成像这样子比较自然、比较舒适的感觉，让你们来做观看，是不是会更好呢？也就是由你们来叮咛我呢，不可以一直躺着椅背，不能太懒散。让你们来叮咛我呢，去做好我应该做的事情。这就是呢，自利利他。你们提醒我，我也提醒你们，我们互相的来支持哦。刚刚呢有说到要再来唱唱歌曲哦，我再来唱个歌曲。这首歌曲呢叫做我们的《花娇艳》以及《良夜之歌》。是在我们一怒打金枝的 CD 专辑里面呢，这个公主她非常娇蛮的个性，非常骄纵的个性在现代化来讲，就可以说她是公主病啊。因为呢，在以前的公主呢，以前这个皇帝的女儿，她是不用出这个宫门的啊。她是在这个家里面，在房间里面被服侍的好好的，甚至呢，如果要出去游个这样的花园看个风景呢，是要很多人陪伴她一起出去的。所以说呢，我们一起来聆听这首花娇艳以及良夜之歌的歌仔戏曲调。听完之后呢，再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雨涵电台，我们也有 Podcast 节目，跟大家继续来做聊天。你觉得我人好好哦，哇，感恩我们的UAN 大大，你也不嫌弃我的为人，所以呢我们共来做这样的善举。大家呢都不嫌弃雨涵的广播电台哦，记得要帮我订阅、关注、按赞起来，让我们一起来聆听这首《花娇艳》以及《良夜之歌》。云阳光保持十相守，心不看惜保留。归爱独自去白首，恋恋今宵哪有休？再来呢是公主要出台的《良夜之歌》。quân đuôi hong ca chiến in đi khờ bi hong hong bian tin ki cả y quê ai kia liền đi。还是漏了一句，突然间恍神哦。一段八百心相拼，桃李好光并随天配。乐观天破意，我给悲在一孤单，土马一回过。
谢呢，我有看到很多大大的留言哦，有我们 UAN 大大他说呢，唱的真好听，感恩我们的 UAN 大大。你平常也有在看歌仔戏吗？还是呢刚好转到这个雨涵的广播电台哦？我本身呢是唱这个女生的角色，由我男生呢去扮演女生的角色，这叫做乾旦，乾坤的乾，然后呢旦角的旦。如果有女生呢去扮演男生角色，这个叫做坤生，也就是像杨丽花啦、陈雅兰啦、这个孙翠凤、唐美云、徐雅芬等等之类的这些人物，这些大明星哦，由女生去扮演男生角色，这个叫做坤生。那在我们一路打金枝的 CD 专辑里面呢，你可以听到我刚才所唱的所有歌曲。然后呢，如果你在其他县市的朋友，在底下的资讯栏连结也都可以这个超商的店到店购买哦。所以呢，不用担心说你在其他县市购买不到。然后呢，超商的店到店是货到付款，所以呢，你也不需要担心呢被我诈骗哦。很多人呢会害怕被我们诈骗哦，但是呢，因为我不是卖药团呐，我不是卖药团，我只是呢单纯爱好戏曲的卖这个专辑的电台，所以说呢你不需要担心被我诈骗，而且呢一张也才360元而已。如果呢我要诈骗这样子的360元诈骗到我也喝药我会有钱哦，这是一件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情哦，所以呢，线上朋友不用担心。哇，你唱的歌仔戏呢，好好听，你很喜欢听哦。感恩我们的淑英姐，感恩你淑英姐哦，给你一个掌声鼓励鼓励。所以呢，你要常常呢上来聆听雨涵的广播电台哦，上来聆听我唱歌。淑英姐，如果呢你有这个 LINE 呢你也加我的 LINE， 我底下呢给你们留言我的 LINE ID。如果线上朋友有兴趣，想要跟我讨论什么样的这样子的戏曲的知识等等之类的呢，也都欢迎呢我们一起来讨论。我也可以来做这个线上的直播的主题内容都欢迎大家哦。另外呢，我们也有赖群组在底下的连结，所以说呢，如果你有想要跟大家一起讨论这样子的戏曲文化，也都可以在底下的赖群组哦。你认识他们哦，都有听过这样子的杨丽花、陈雅兰、徐雅芬、唐美云等等之类的，这些都是大师级的啦。跟我们这种小众族群比不上哦，我们这个是比不上的。来，这个陈策者说呢，这样的舞台呢是非常棒的，我们呢不要有定力，不好的，每个人的观点都有不一样的，在这里让大家欢乐，这就是我们的乐趣。谢谢大家。哇，这个策者呢，真的很有知识，真的很有文化的素养，艺术的气息哦，拍谁？艺术的气质，抱歉哦，给自己一个笑声。请你们接受呢，雨涵广播电台的主持人呢，让他那笑笑等等哦，很常会这样子念错字很抱歉。这样子的文化呢，歌声响亮哦，哇，他这个真的是大称赞哦，我来看一下，这个真的是大称赞，歌声响亮哦，气中非常棒。在这个空间呢，我们发扬光大的思想非常的好。能够呢让大家娱乐，也是呢每个人的快乐。哇，谢谢呢我们的陈策哲，哇，真的是非常的棒。策哲是我们的台湾人吗？台南人吗？我刚才有没有问过这一题了？我再看一次。没有，我刚才没有问过策哲，对不对？
策哲是哪里人呢？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刚好滑到影片哦，哇！感恩我们的 UAN 大大，感恩我们的 UAN 大大的支持以及策哲的支持，感谢。哇！然后呢，我们淑英姐说呢，你也只有看他们的歌仔戏，你看哦。你只有看他们的歌仔戏，还看到我的频道，也觉得我的频道不错，也感恩淑英姐的支持了。这真的是呢，要大家呢多多的支持，多多的这样的善举。所以呢，每周一到每周五的晚间8点钟，别忘记上来聆听雨涵的广播电台。有你们的支持，我会认真的做下去哦。哈，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昨天有跟大家分享过，那呢，今天上来的朋友呢，因为还没有听过昨天的广播电台，你们也可以回去听回放，以及呢，我们之前的前几集，今天已经做到了第49集了哦，所以说呢，可以听前面的回放，以及呢 YouTube 频道呢有放我们这个 Podcast 的内容 ，Podcast 的节目也可以下去做聆听哦。跟你们分享这颗洋葱在它因为我在超市业工作哦，在它要被丢掉之前呢，我看到它呢长出一个小小的芽，我就是想说呢，这个洋葱哦，不知道能不能种，而且呢，它被丢掉呢，很可惜哦，所以呢，我就想说呢，带回来泡水种种看。第一天呢是发芽，第二天呢长这样子，第三天呢长一半，第4天哦，今天是我们的第4天，已经长到这么高了。再过不久呢，我们就有这个葱呢，不管你是要葱花炒蛋呐，还是你要做什么葱的料理呢，都欢迎跟我们这个雨涵电台来做这个索取葱哦。跟大家开个小玩笑，也就是呢，我突然间呢临时起意哦，也发现了一个小小的兴趣，觉得呢这是一个善的循环，然后呢一个植物的循环，也让它呢不要让它被丢弃这样子，然后但是呢我们的葱呢只要发芽了，这个洋葱发芽呢，它的边缘的葱呢一样是可以吃的，只要呢不要吃到它的根啊，然后中间的这个阶段呢，其实其他部分呢是可以吃的，只是呢没有这么的好吃。好，这一点要跟大家讲一下哦。网络是不是有稍微宕机吗？有没有？应该还好了哈。我来确认一下，我怕呢又宕机了哈。还好。然后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刚刚有讲到呢，我们客家戏的这个平板调，也给大家唱一下客家戏的平板调。但是呢，你容我先喝一口水，再给大家唱一下。但是呢，我唱的呢是我以前记得的歌词，不一定呢正确，也不一定呢好听，这样子哦。卡了一下哦，我们的美琴姐说刚才有卡一下，还好吗？有正常了吗？如果有正常了，给我一个回复，让我知道有没有正常了。然后呢，我们再来唱一下客家的这个平板调给大家听。那呢，平板调我用清唱的哦，因为呢，我没有这个伴奏带哦。这一出整出的伴奏带呢，要感谢我们桃园这个大明园歌剧团，我们的谢学成老师、谢学祥老师以及谢香涵老师的合作，有你们的合作呢，才有这一张的专辑出现哦。感恩我们这一些的老师，感恩你们。我最爱你。然后呢，这一出一怒打金枝的 CD 专辑的编剧是我自己，然后呢，也感恩我们的台语文编修老师翁金霞老师。很多人会说呢，如果我购买了这个一怒打金枝的 CD 专辑，但是我家没有这个播放器呀，怎么办呢？不论到我们的小北百货，以及呢到这个全国电子啦，然后呢还有另外一家叫什么
灿坤都有这个 CD 播放器。然后呢，如果你没有想要购买 CD 播放器的人，也不用担心，只要你购买这个一怒打金这个 CD 专辑，然后呢加我的 LINE， 我会传这个云端的连接给你，你可以呢直接线上的收听哦。所以说呢大家不用担心。哇，有正常了哈！感恩我们的美清姐以及 UAN 大大的支持。如果有什么状况，要记得跟我做回复哦，要让我知道一下哦。来唱一下客家的平板调给大家听听看。那呢是由我自己脑中所印象的歌词以及曲调的方式，所以说呢不一定正确，也不一定好听。那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哦。有寒调来时那来接那，从山里来过那，贫穷里来富。来顾应，命中里来听一哒滴嘞啦哩哩啦哩哩啦，哩啦哩啦哩啦哩哩嘞啦哩哩啦哩啦。哩哩啦哩哩啦，不知道有没有好听哦？但是呢，这个平板调呢，他是在唱说呢，有空的时候呢，我们就来唱山歌。然后呢，不管是贫穷呢，或富贵呢，是我们命中的注定哦。那当然，它有下一段。但是呢，我已经忘记下一段的歌词已经要怎么唱了哦，因为抱歉这个呢是在我这个国小的时候学的，我国小5年级到这个国2的时候了吧，大概4年的时间在这个客家会馆做过志工，所以说呢，这是以前所学的。那呢，唱的不好听，或者是呢，不正确呢，不知道线上有没有客家人哦，献丑了哦。哇，我们的策哲呢住这个台中哦，台中有这个海洋馆也开始了呢哈，也可以呢去这个逛一逛。虽然我还没去过啦哈，但是呢，我还蛮想去逛逛。我想要找个时间去台中的这个海洋馆所去逛逛哦。这个56岁了，而且是名厨师大家给他一个掌声鼓励鼓励56岁的策哲哦，还上来聆听雨涵的广播电台，而且呢，他有很多很多的讲的很多的心里话，以及很多道理呢。跟我们做线上朋友做分享，给他一个掌声鼓励鼓励。然后呢，兴趣呢是爱喝咖啡，喜欢呢公园散步运动。小时候呢喜欢看这个杨丽花的歌仔戏，对呢文化呢是非常的。然后呢，这种的歌声响亮，会让你的气场呢，有一种温暖、开心、共度美好、快乐的感觉。哇塞，这个写的也太好了吧！真的是要一个掌声鼓励一下啦，也太好了。这个淑英姐呢说呢，好听一定支持，加油哦！感恩我们的淑英姐，欢迎你呢欢迎我们线上的朋友帮我订阅、关注、按赞起来。每周一到每周五的晚间8点钟，别忘记哦，要上来聆听雨涵的广播电台。但是每周四呢，要特别强调一下，每周四呢是这个台语电台。所以呢，如果你是喜欢听台语的朋友，每周四呢要记得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上来做聆听这个南部的口音呐哈。这个之前是不是有一首歌什么中部的口音还是哪里的
考音哦。那我们这个是兰博的考音哦，要记得上来聆听雨涵的广播电台哦。哦，这个小吴叔叔记得吧？哇，对对对，哦，可能是这样子的，这个平板调应该是这样子唱啦，然后我应该也没有背错，也没有念错，应该啦哈。如果呢，小吴叔叔应该是记得，哎，你在说的小吴叔叔是不是我们所认识的小叔？哎，对呢哈，我们也好久没有联系了哈。你这样子一讲，我突然间想起来了，对，小吴叔叔应该记得哦哈。中文版哦哈，哇，中文版就是等一下，你是说刚刚那个平板调唱中文版吗？是这样的意思吗？这个有点考倒我。为了推广戏曲文化哦，我们唱唱看。但是呢，我想一下，有应该是不会好听的。我看我们算了，会不会很难听呢？我们唱唱看。但是哦，如果不好听哦，不要批评。然后呢，我们也是尝试看看哦。我想想。有些时候啊，来唱山歌，不是啊？流汗流来是那，这样我不会唱等一下，这样我反而不会唱翻成国语要唱这个平板调，好像有点困难。有些事呢。蛮困难的，蛮困难的。待我研究看看哦。如果我研究得出来，我改天唱给大家听哦。不行不行，这个文化不可以乱传承，这个错误的示范哦。唱别首国语歌哦。但是呢，因为我本身只会唱这个歌仔戏曲调啦，不然唱一首呢，这礼拜呢会跟这个身障的小朋友呢所教这个月亮代表我的心哦。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呢？因为呢，教会这个身障小朋友唱这个七字调、都马调。然后呢，他们年底呢会有一个小小的展演。那呢，我在想说，如果家长朋友来的时候呢，他们所想要听到这个小朋友所唱的呢，应该也会想听一些他们年代的歌曲，甚至呢一些感恩的、有爱心、温暖的歌曲哦。所以呢，我就选择说呢，不然我们来教教看这样子。月亮代表我的心哦，来教给这个身障的小朋友。那当然哦，他们的学习是我唱一句，他们跟着我唱一句的。那呢，我们清唱版本来听听看这个月亮代表我的心。等一下呢，再继续聊下去这个小五哥哦。等一下再来聊一下小五叔叔。然后呢，我们已经聊到了9点多了哦。我来唱一下这个月亮代表我的心，感恩我们的UAN 大大的点播。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我的情也真，我的爱也真，月亮代表我的心。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我的情不移，我的
月亮代表我的心，轻轻的歌滚，已经打动我的心，深深的一段情，将我思念到如今。你问过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你去想一想，你去看一看，月亮代表我的心，月亮代表我的心。我们呢，美琴姐说呢，声音要温柔，很难呢要唱这么高 key 呢，又要这样子唱温柔，有点小小的困难。然后呢，我来看一下唱到规身躯冻瓜，我没有开电风扇，也没有开冷气在我房间呢，我快热死了，我真的是唱到规身躯冻瓜。然后呢，我们这个侧哲说呢，非常好听，有一种气场，你的心中很暖心你听了它会有一种感觉，就是快乐。听了这个声音的旋律，会让你的思想开拓、平静，在热闹当中，哇，在热闹当中要有一个平静的心非常非常的困难。这是呢，我最近也在学习的。我前几天呢，在这个书籍上所看到一则他所说呢，如果呢我们工作上呢每天都这样子嘻嘻哈哈的，虽然会很快乐，但是呢会拖慢你的工作进度。他说的嘻嘻哈哈不是笑容的嘻嘻哈哈是呢我们这样子玩闹在这样子的笑声当中呢，会拖慢你的工作进度。那我也在想这件事情，就像这个侧哲所说的他说呢，在这个热闹当中，开拓平静的心，这个非常非常的困难，让每个人呢快乐是这么好的，哇！感恩我们的侧哲，给你一个掌声鼓励鼓励也感恩我们的UAN 大大感恩大家上来聆听。刚刚呢讲到这个小武叔叔是我以前在这个客家会馆做志工的叔叔。那呢他后来呢也回去一样在公职然后他也去了区公所上班，但是呢我们也很久没有再联系了。你讲到这一点，我突然间也想到说呢，对我们好久好久没有再联系了。也欢迎呢推荐这一些我们的频道呢给你身旁的好友，给大家知道呢雨涵的广播电台的善心，感恩大家。我最辣辣的爱你，我爱你胜过喜欢我自己。如果呢有在收听雨涵广播电台的朋友，甚至呢你是第一次上来的朋友呢，都邀请你跟我们一起做一件事情，叫做感恩3件事情。等一下呢，听着这样子的歌仔戏曲调，这个都马调的当中我会用声音的引导，让我们来感恩今天呢所发生的事情，所感恩的3件事情，让我们一起来练习看看咯。现在呢，跟着我的声音一起吸气，吐气，吸气，吐气。
吸气，吐气。在这样子的气息当中，我们所观察自己的气息在鼻腔间，在喉腔间，在胸腔间，甚至呢，你已经练习到腹式呼吸法，可以在吸气的时候腹部吐出来，吐气的时候呢，腹部吐进去，甚至呢，已经把这样的气息贯穿至脚底。让我们一起来练习腹式呼吸法，感恩3件事情。跟着我的声音一起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吸气，吐气。你是否今天有感恩的3件事情呢？不论呢是你的家人，是你的朋友，是你的小孩，是你的同事，甚至呢是陌生人。你牵着老人过马路，你牵着身障朋友过马路，甚至呢你去超商买一杯咖啡，感恩呢服务人员的服务。你是否呢也有感恩的3件事情呢？让我们在吸气吐气当中一起来感恩3件事情。跟着我的声音一起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吸气，吐气。也非常感恩大家呢聆听雨涵的广播电台，还有呢一起来练习腹式呼吸法这个感恩3件事情。你还以为我有开冷气哦？为什么会以为我有开冷气呢？有听到什么样的杂音吗？我有没有露出什么样的杂音给你们听到呢？还是你说的忍呢，是这个心里的忍的忍气呢？嘿，这个蛮有这个意思的哦。你在说的是我们所吹的这样子凉凉的冷气，还是呢心里所忍的忍气呢？也欢迎跟我们线上朋友所做分享。欢迎大家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也感恩呢你们收听呢，不论是我们一路打今日 CD 专辑里面的歌曲，在我们线上呢跟我们来做聆听，以及呢也有购买专辑的朋友，也感谢大家。说感恩呢，今天很多的朋友上来哟，不论是酸民还是我们的好友啦，都没有关系。先来感恩呢我们的 SH 大大，以及呢我们的美琴姐，还有呢我们的淑芬姐，还有我们的 EFG 大大，还有呢我们的韵柔。哇，韵柔很久没有上来听我们唱歌了一定要上来跟我们做互动哦。还有我们的淑英，我们的马来西亚的淑英，还有我们56岁的这样的厨师，我们的策哲，哇，很有这个人生的这个哲学很有在读书的感觉哦，这个的北来我们说这个北来很够的这个感觉哦。还有我们的 UAN 大大，还有我们的牛奶先生哦牛奶先生也感恩你上次赞助的饮料，这个甜柚鲜的饮品哦感恩我们的牛奶先生。然后呢感恩我们很多呢还有我们的马来西亚的淑英哦，感恩你。为什么要用平板呢？因为呢平板呢要看大家的留言，那呢我自己的镜头呢在架在很远的地方，才有办法呢像这样子，你们看到我坐在这里，就是呢有办法照到这个海报以及 CD 专辑照到我的人照到后面的灯光照到后面很漂亮的景物当然了，我人坐在这里看不到后面的景物，我也在思考说呢改天呢我要怎么样的来做调整哦。所以说呢才要用这个平板呢来观看大家所做的留言，才有办法呢跟大家做互动。
如果喜欢雨涵的广播电台，别忘记呢帮我订阅、关注、按赞起来，帮我分享给你身边的好朋友。也别忘记哦，陌生朋友呢，如果你觉得说，这个人呢适合听这个电台，你也可以推荐给他。我们每周一到每周五的晚间8点钟都有雨涵电台的直播，在我们的 YouTube 频道，在这个歌仔戏前旦郑雨涵的频道呢，YouTube 频道里面也有播放清单，有这个 Podcast 的节目，就是我们线上收听的这个广播电台的节目。甚至呢，我们的这一些电台直播完之后的影片呢，都留在线上给大家所听回放。感恩这49集以来呢，大家的支持哦。你看哦，这个我们中国这个东方人所说的这个逢九必凶。但是呢，你看逢九呢，我们还是多了这么多的订阅，多了这么多的新朋友，多了这么多的按赞，这么多的互动，都感恩大家的上来聆听雨涵的广播电台。哇，感恩我们的 UAN 大大，感恩我们的线上朋友，我们明天再会咯，感恩大家。我最辣辣的爱你，我爱你胜过喜欢我自己。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一起来聆听一诺打金子的 CD 专辑内容。有什么想说的，继续打字上来我有看到的话就会回复你们。然后呢，我们明天再会咯。哇，JOE 大大也有观看啊！JOE 大大，欢迎你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大家要记得出声哦！你们出声呢，我才知道你们有上来观看哦。因为我只看得到总人数，你们没有出声，我都不知道拍谁哈也欢迎我们的JOE大大，感恩呢我们这么多不管是新旧朋友的支持，让我们一起来聆听一诺打金子的 CD 专辑来做结尾咯，感恩大家。我哪时候结束呢？现在要准备做下播了。只要我们做完这个腹式呼吸法之后呢，就是准备要下播的时段。除非呢，像是很多朋友又上来，然后跟我们聊天，我才会继续做回复。不然呢，我们稍微听一下专辑，我就会来做下播咯。也欢迎大家呢回去听我们之前的回放影片，都很有知识，很有内容啦齁。今天呢没什么跟大家讲到什么样的内容，应该是啦齁。我会继续的呢努力的下来读书，然后呢下来跟大家来聊聊天，下来推广戏曲文化以及生活小知识、书籍小知识。我们明天再会咯。原来刚刚有卡的对对对，那如果有卡的话，线上朋友都要跟我说一下哦那我们明天再会咯。变水
公主，军内正是怪名，今季又求出身帝王家，老君得应怪害我驸马，照因爸囝高官显将好名声。哼！早你看我前去拜寿。我们的 UN 大大很好笑，你的意思是说可以不要下播，可以不要下播嘛，对不对啊？可以不要下班嘛？不行啊，我们明天再上来聆听喽，晚安喽。唔通嫌家想要趁红杯。太祖今日要领红兵，贵府提君王守礼亭，唯独公主不遵行，驸马怒悔满心兴。一老生病，要万幸。心家辈不将礼敬，听说借我老君的应，为夫罪已论分明。怎能惊伊小小红定？阮在道边，听你情形，不由过爱红花影。